嗱，咁一直以嚟咧都有好多劇咧就講啲家族爭產嘅，咁啊特別咧，但係呢段時間咧就特別多咧係關於咧啲劇咧係有家族辦公室啊、信託啊，大家睇下由 HBO 啦，去到而家無線到金色森林啦，甚至國內劇都有，咁就好多客戶啦或者朋友咧都問啦，其實 family office 係乜㗎？係咪好似佢哋咁咧又要搞 party 有關事、投資有關事、做 structure 有關事？甚至咧就係搞個咧夜晚飯局咧都關家族辦公室事。咁究竟咧家族辦公室係做啲咩嘅咧？有邊一啲種類咧？等等咧，咁啊就分幾集咧就同大家咧討論下。嗱，咁啊第一集咧就講下咧有邊幾種家族辦公室。嗱，其實套劇裡面咧有提過2種嘅，咁啊 recall 下先。咁啊佢哋嗰套嘢叫做成全家族辦公室啊嘛。錢同時間都計咁準，你究竟係咩人？喺邊間私人行做嘢？黃公子，今日嘅事希望你唔好介意。如果將來用得着我嘅，隨時揾我。盛全家族辦公室總經理高深。咁個家族辦公室咧就係一個聯合家族辦公室，咁其實咧都提及過幾次嘅，咁啊英文就 multi-family office 啦。咁啊顧名思義啦，其實咧就係個家族辦公室咧係去服務多於一個家族嘅，咁所以咧先至會咧呢個家族辦公室咧又幫咩方氏國際啦，同一時間咧又幫佢個對手啦曠視啦去管理2個家族辦公室係啦咁樣。咁個好處係啲乜嘢咧？就係咧當投資團隊啦、法律團隊啦，甚至其他服務咧就可以 share 個 resources。咁啊，但係個唔好處係啲咩咧？就係好似呢個劇裏面咁啦，就擔心咧嗰啲資訊咧會唔會有 conflict 啊？會唔會泄漏咁樣？鄺生，揾我有事啊？講點解方仰天會知道我曾經沽空方氏國際嘅股票？富比，出翻去先。佢知道咗？你唔好喺我面前做戲。你咁講，即係話我將件事話俾方仰天知？呢件事除咗你同我做，有咩人知啊？你同方仰天有偈傾㗎，唔係你講邊個講？咁啊，去到後面咧有一節咧，亦都講咧就係話阿方仰天咧就話：喂，不如咁啦，我俾錢你，你咧唔好做其他啦，你做我哋單一家族辦公室啦咁樣。咁啊，其實事實上咧都好多家族咧，特別如果講到咁大嘅家族咧，會自己做個 single family office 出嚟。咁但係個唔好處係啲咩咧？其實第一咧就係正如主角所講啦，係咪？就係話咧，我唔想幫你一個人打工啊，係啊，咁所以咧我唔開一個單一家族辦公室。其實呢個都係嘅。其實咧喺我哋自己行裏面啦，好多嘅專業人士啦，包括會計師啊、律師啊、投資經理啊等等咧，其實都唔係好中意咧入一個 single family office。個原因係啲乜嘢咧？第一就係嗰個行頭好窄啊，就係譬如話嗰個家族本身係做邊個行業嘅，咁啊轉入去咧就轉到好深，但係調翻轉咧就好難咧有其他嘅一啲嘅經驗啊，或者一啲 exposure。咁所以咧，其實 single family office 咧相對上咧要揾一啲專才咧，其實比較難嘅。第一、第二咧就係咧好多家族咧涉及嘅地域啦、行業啦等等太闊啦，可能佢投資啦，可能佢家族企業啦，涉及嘅咩稅務啊、會計啊、法律嘅資訊太多，好難就係話咧將全世界所有唔同國家嘅專才咧都攞晒翻嚟。反而咧，通過 multi-family office 聯合家辦咧，可以做到就係更高嘅效益，就係做到更好嘅結果。咁所以其實個 trend 成個大趨勢咧，其實都係會選擇 multi-family office。咁所以家族辦公室一般嚟講就叫做2類啦 ，single family office 單一家族辦公室，第二種咧就係聯合家族辦公室 multi-family office。咁近年咧都有第3種嘅，喺啲 forum 裏面有聽過，就係叫 functional 嘅 family office FFO。咁係啲乜嘢嚟嘅咧？其實就最主要咧就係如果你見到好多譬如話律師樓啦、銀行啦、一啲叫做投資顧問牌照啦，佢哋通常咧而家咧都會話佢哋係服務一啲家族，咁所以咧亦都係話自己係做家族辦公室。咁通常咧，佢哋就係會集中，譬如銀行咁，佢集中咧係透過某一啲做一啲某啲業務去幫家族去處理某一啲事情嘅，例如律師樓，咪就係法律服務咯；會計師或者稅務嘅，就係幫佢咧去做國際稅務啊，點樣去管理一啲稅務責任啊等等。咁啊，頭先咁講銀行嘅就係主要咧去管理佢其他某一啲嘅一啲金融服務嘅事情。咁所以咧3種大趨勢嘅就係大多數會多啲人講嘅 single family office、multi-family office 同埋咧叫 functional 嘅 family office， 一啲功能性嘅家族辦公室。咁啊講完幾種家族辦公室之後咧，咁其實咧家族辦公室係咪咩都做嘅咧？我查到林晴個阿哥林耀嗰筆貴利數，一早俾人還咗。點解仲會有人上門淋紅油啊？係還錢嗰個人，另外俾咗一筆錢喺社會做嘢。
邊個叫你嚟㗎？我收錢做嘢㗎咋，唔好喐啊！講成件事係點啊？我大佬手上80個，吩咐我哋去方士停車場，見到一個叫林晴嘅女人就淋紅油。俾錢嘅係我屋企。咁啊，當然嚴格上嚟講咧，就睇一個 scope of service 啦，就究竟咧我哋幫個家族定義咗要做啲乜嘢啦。咁啊，但係好明顯就係我唔打得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我捉賊啊，要調查咧，相對就難啦。咁但係調翻轉，你話喂唔係喎，有啲家族揾我哋去安排私家偵探去調查某啲事情，其實有冇可能發生咧？係有可能發生嘅。會揾我哋去接觸唔同嘅律師，去中間話要打嗰個家族官司嘅時候，去揾唔同嘅大狀，跟住之後咧就排外某一啲嘅大狀咧，亦都咧試過做過好多次。咁所以咧，我哋嘅工作上面咧，都真係咧有機會去做到一啲 concierge service，即係話去幫佢搞一啲 family gathering， 一啲每年嘅 family trip， 去到咧揾唔同嘅法律嘅專家等等都會有嘅。好啦，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究竟家族辦公室需唔需要牌照嘅咧？高森講過好多次，即係話咧俾人講過好多次咧，就係話佢個大律師牌照咧係因為咧打人，所以俾人取消咗噶嘛。呢個係邊個啊？打我！你點啊？高森，你襲擊科學禮先生嘅案件已經審結，法庭已經判咗你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罪名成立，並留有案底。經我哋一致嘅裁定，你嚴重違反咗大律師嘅操守，所以由今日開始，你大律師嘅牌照會正式被吊銷。咁取消咗都仲可以做家族辦公室嘅咩？咁樣係咪唔需要牌照嘅咧？嗱，其實而家喺香港嚟講咧，家族辦公室咧係真係唔需要牌照嘅。但係如果我哋做某啲業務、某啲服務嘅時候咧，就需要啦。例如嗱，高森嘅家族辦公室佢有幫客戶去做投資啦，一開頭2集咪去買頭5集啊，咪去買方士國際嘅股票嘅。咁呢啲投資建議咧，就絕對咧係需要投資顧問嘅牌照啦。咁中間過程上面，如果佢話我買香港嘅物業啊，一啲保障類嘅保險產品等等，就住唔同嘅專業服務，如果嗰個係被規管活動咧，當然需要牌照。咁啊中間咧就係話，我小心咧，你呢個牌照都冇埋啊！嗱，咁呢個就好懷疑啦。究竟一個被吊銷咗大律師牌照、有案底嘅人，仲係咪 fit and proper 可以出到投資顧問牌照？呢個我唔敢講，聽估就唔博估啦，係咪？咁所以家族辦公室本身係唔需要牌照嘅，除非從事某一啲嘅規管活動。嗱，呢套劇咧有個硬 cut 位嘅，就係呢個成全家族辦公室咧，究竟係好出名啊，定係冇聽過？因為咧每一集咧有啲人就話冇聽過啦，有啲人話咧佢係行內最出名啦、最優秀嘅一個家族辦公室啦。咁嗰件事其實家族辦公室個情況都真係咁樣嘅。點解咧？就係如果你有用開 family office 咧，你就知道行裡面咧邊一個會做得比較專業啦，會比較服務比較好啦等等。但同一時間咧，佢哋又唔會咧喺譬如可能地鐵站啊賣廣告啊，跟住電視有廣告等等。咁所以個矛盾位就係，如果你有用開 family office，你就會知道邊一個會係專業嘅，邊一個會係用得好嘅。咁所以喺劇集裏面咧，就係啲家族成員裏面咧，喂未聽過喎，淨係知道咧呢一個咧嚟爭個係佢大嫂個叫咩啊？大新抱個前男朋友。但係同一時間咧，嗰啲一代咧就全部都話聽過呢間嘢好專業。咁好啦，咁其實家族辦公室咧，我哋去 engage 咗個 client 嘅時候咧，除咗頭先會講到就係我哋了解翻究竟我哋服務範圍之外咧，其實第二樣嘢會好定義係咩？就係成個家族個結構或者個藍圖係啲乜嘢？最重要 identify 啲咩咧？最重要揾翻啲咩人出嚟？就係究竟第一有啲乜嘢係個 nuclear family member， 即係話咧個重點嘅一個核心嘅家族成員，我哋真係要服務嘅。OK， 點樣服務？究竟咧佢嚟緊會傳承接受啲咩等等，或者有咩功能責任等等。好啦，第二個咧就叫 extended family member， 就係話咧其他嘅家族成員，我哋都要知道要照顧嘅，但係咧就 extended， 即係咩咧？就係咧好似喺嗰套劇裏面咧就係好嘈嗰個方子君咁樣啦，就係佢一齊住有得分錢，但係佢完全唔喺個家族嘅企業裏面嘅。OK， 好啦，咁啊第三個。咁係邊一類型咧？就係咧通常喺外國會發生比較多嘅，就係一啲非核心嘅家族成員。其實喺外國咧，有啲朋友啊，或者咧有啲 business partner 啊，佢都會當為咧一個家族成員嘅一部分，但係佢又唔係真係有血緣關係嘅。咁而我哋咧，亦都咧喺個家族成員個列表裏面咧，要寫埋出嚟，因為有一啲咧，我哋都會同佢溝通到嘅。好啦，咁啊最尾一個咧，好重要嘅角色咧，就係嫲嫲啦，或者叫做婆婆啦。咁點解咁重要咧？你會發現咧，其實咧好多家族劇咧，即係
中港英都係㗎啦，外國都係㗎啦。其實咧都有一個咧呢個嫲嫲或者婆婆嘅角色，佢每次出嚟咧就好似主持大局咁樣，跟住之後咧就好似呢套劇咁啊，就絕食，跟住之後咧就要告上到法庭等等啦，係咪？咁啊全部都要聽佢講。我打多次俾佢，話俾佢知，如果佢再唔取消嗰份信託，嫲嫲就餓死都唔肯食嘢。我睇下佢係咪想俾雷劈？點解咧？嗱，呢件事係咪真嘅咧？其實呢件事係真嘅。我想講咧，我哋處理咗咁多嘅家族案例咧，都幾多長輩喺呢個角色。個原因係啲咩咧？就係因為一般嚟講，女士嘅壽命咧就比男士長啦。咁好啦，咁如果冇做到好好規劃嘅時候，會發生啲咩事咧？就係嗰個叫 founder 啦，即係個家族嗰個創人啦，個股權咧好大部分咧就去咗佢嗰個另一半度。好啦，個另一半發生啲咩事咧？就係佢又好似冇實權，但係有最大股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啲孫咧，通常同嫲嫲嗰個關係就會親啲咁樣，因為個爸爸通常都出咗去做嘢啊，啲爸爸媽媽出咗去做嘢啊，經營嘅業務等等。咁所以呢個嫲嫲嘅角色咧就嚟得非常之重要啦。嗱，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除咗同創一代溝通之外咧，亦都會同呢個嫲嫲或者婆婆咧去溝通，究竟個家族嘅故事係點㗎？當時傳承嘅安排點諗㗎？第一代咧，究竟佢個家族想發展或者個家族事業想發展嘅時候咧，個理念係點㗎？希望咧就攞到呢個跨代嘅共識，由依家主理嘅嗰代人啦，上一代持股比較多嘅人啦，去到就係第三代受益嗰代人，究竟咧佢跨代嘅共識係點咧？去營造成個家族嘅和諧。嗱，咁今日咧講關於家族辦公室啦、祖母嘅話語權啦，甚至咧就係一啲唔同嘅家族成員啦，我哋都要去照顧啦，或者去幫佢哋過程上面。咁啊，講到咁多先。嗱，咁下一集會講啲咩咧？就係講咧究竟有啲咩嘅法律框架咧去管理呢啲財產啦。